这次在《故乡思曲》里面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情义，她的智商啊、情怀、武力值都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女孩。更多的故事是以一个小爱讲述大爱的事情，不论是兄弟姐妹情，还是她的感情，还是对于国家的一个情谊吧，我觉得她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打动我的角色。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喜欢这样非常坚韧，然后有力量感的女孩。会玩 B 站，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超级大会员，我非常会去看，就是粉丝给我剪的各种各样像的视频呀，包括一些我觉得完全没有的剧情，大家都剪得非常的有创造力跟想象力。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一个男扮女装在 B 站非常有名的一个视频嘛，因为的确有很多大家过来告诉我这个视频剪得非常好，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也很感谢大家。如果给我一次穿越的机会的话，我可能选择不去穿越，因为我觉得活在当下，感受当下特别好。无论是之前的经历，还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都不想回头看，也不想去预判什么事情，去在乎、关心自己的家人、朋友，多一些时间去陪伴他们，然后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人生成长中非常幸运和开心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活在当下，感受当下，感受自己，感受周遭你在乎的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什么建议，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一键3连，哔哩哔哩干杯！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嘉楠。应我经纪人的要求，更新一期读评论的视频。然后我是之前刷了一些有意思的评论，自己保存了下来。那么咱们就开始吧。好，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没关系，我会戴上眼镜。对，还行吧，一般有趣。这个好。爱人的眼睛是第8大洋。小泉呀，你又多了一张黑图啊，哈哈，被我抓到了。刚看完，抬头就见到这么一棵树。姐妹，你不要想不开啊！还有这个更离谱，这个特别夸张。这个，我的 CP 现代合照，我宣布他俩现代也在一起了。你不要太离谱，姐妹。你不是叫人不散吗？为什么 BE？ 你骗我。然后底下有一个人回了他一个。人没散呀，一个埋了，一个活着，哪儿散了？喂，双 Q， 走不出，根本走不出。以后上巳日让我怎么过？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建议您呢，每年上巳节重新看一遍《故乡思曲》。B 站，你抓紧给我出玉佩的周边。我帮你催一下，这读出来不能播吧？这个大结局开头弹幕有人说，老奶奶祖上是李邕，我脑洞一开，差点写了一篇番外。脑洞可以。其实当时我看剧本的时候，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满脑子都在想，我是多么希望那个老太太跟陆渊有点什么关系。或者他就是陆渊的转世，或者怎么样？结果他不是，他是楚从长的后人。我是亲眼看着男主从现代二货变成古装深情男神，真的是越来越爱男主，完全理解女主，为啥这么爱他。我谢谢你，谢谢。今天因为这期视频，有点仓促。然后呢，我之前也看到了好多有趣的评论，但是我后来翻的时候我就没有再找到了。但是我记忆里好像有一句什么，你们是升华了，但是我升天了。大家可以在那个评论区看到有意思的评论，然后艾特我一下，我后面再做一个长一点的。对，
感谢大家喜欢《古相思曲》这部剧，一定要看，真的是太甜了，特别特别甜。然后我也特别期待能倒立喝可乐，还有翻跟头啊，期待那个时候与你们相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古相思曲》中以华的扮演者祝林雨。然后今天呢是一期弹幕的 reaction，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陆渊尚且可以在时间线上与沈不言重逢，以华却再也见不到他的陆氏将军了。落花时节再难逢君，就挺毕义的吧，毕义的很彻底。再见到生死相隔。第二个是哇，他说那个你怎会知道的时候，语气是期待和惊讶的可能，差点以为男主记得他们。对，因为那个时候按道理来说，沈不言应该是完全不认识我们的，但是他突然却说出了那样一句话，我就以为难道是你反转了吗？第三个是以华宝宝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吗？以华现实中的以华还挺爱吃可爱多的。第四条是以华前期和后期，我最开始以为是两个人，反差感太强了。就是我们可爱的小以华，通过时间的沉淀，还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可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之后，让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稳重了。第五个是，如果我是以华，我也会为他速稿10年，陆是值得。对，我们陆小将军确实很值得。所以我们《古相思曲》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播完了，然后呢，我也很荣幸能扮演以华这个角色。以华呢，她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天真、特别忠心，然后小的时候有点毒舌的人。我也是通过这短短的1个月内，见证了她的成长，见证了她与她的爱人和家人相知相识，然后又到生离死别。好像《古相思曲》中1/4的刀子都被以华给承包了。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支持以华，支持《古相思曲》。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泉，也是《古相思曲》中陆时的扮演者。近期呢有收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评论，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真的好喜欢陆时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愿得此生常报国，无惧马革裹尸还。全一伦完全把少年将军的坚毅和热烈呈现出来，眼神都在发光。那发的可能是正道的光，奥特曼的眼睛都是发光的。然后第二条，气死了，将军没有战死在沙场，却死于宵小之手，死于信任的义父之手。没事，这个我后面跟我的这个义父约了一场打戏，你们后面就能看到我的复仇了。然后第3条，刀死，他刚和以华说完这句话就被万箭穿心了，命运也太喜欢开玩笑了吧？那这个得去问导演跟编剧，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特别懂怎么去刀别人的。第4条，郭嘉男是不是在你的评论区盖房了呀？你俩的 CP 也太好磕了。CP 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这 CP 还挺邪门的。第5条，原来陆时和以华最纯粹的爱情是无需太多甜言蜜语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要看，就是有一些什么甜言蜜语啊，最主要的是看他做了什么，这个才是检验这个人爱不爱你的一个标准。然后对，《古相思曲》今天正式完结了，相信看完结局的大家呢，心情都稍稍的有一点点复杂。那我也来谈一下我对于陆时这个角色的一些感想。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陆时是一个就结局不太圆满的人，但我反而觉得陆时他守护了自己心中的热爱，守住了他所爱的人，守护了他所爱的大圣。哪怕再给他一次同样的选择，我相信他也会继续这样做。这个呢也是我在陆时身上能够学习到的一个点，就是追随自己的本心。那也借着这个机会向陆时做一个告别，陆时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庄汉，在《古相思曲》当中扮演李庸。先替李庸跟大家道个歉，对不起。那么今天站方整理了一些网友辣评，让我们来读一下，然后也顺便解答一下大家的疑惑。都是丞相了还不满足吗？你又注定当不了皇帝，何必呢？在那边最多也就是个丞相而已，而且还是被北列猜忌的丞相，做的也不安稳。那么我讲一下，在元启15年的时候，李庸为什么要偷了城防图去投敌叛国？首先，在经过朝堂刺杀那一件事之后呢，李庸已经在郑国逐渐的失势了。大家在前面的剧情可以看到。那么经过10年的时间，他在郑国真的混不下去了，所以投敌叛国也是下策。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奈之举。出事了，果然出事了，一定是丞相干的，气死我了！我即将向李庸发起拼刀刀活动，是姐妹又跟我一起砍，那个我打车走了。我终于知道这丞相像谁了，像山城小栗旬。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来，就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在我们的评论区相互于是我跟山城小栗旬成为了朋友。然后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留了1年的头发终于可以找他剪了。对，李丞相和女主到底是什么关系？感觉他对女主有一种 BT 的执着。李庸非常的在乎陆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觉得他们之间，就是李庸单方面对陆渊，他不是男女之间的情爱，它是一种长辈对于晚辈的一种欣赏。因为陆渊确实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能干，然后也是这么多年慢慢的培养，一起共事，对他产生了一种信赖感。其实李庸自己都没有发现，他对陆渊是有一些的控制欲和占有欲的。所以在李庸落入窘境的时候，他得知陆渊在和心爱之人踏青，他的心里会有一种极其不平衡的一种心态，对，崩溃了，破防了，破大防。都说丞相40一枝花，一看演员年龄28。鄙人94年生人，属狗的，今年生日还没过，所以我是28周岁。没有错吧？所以你是没吃上蛋炒饭才黑化的吗？我真的没有吃上。关于丞相爱上敌国细作这件事，承上启下磕疯了。对，带头磕这个 CP 的是我们其中一个制片人。我能说什么呢？就是祝大家营养均衡。现在大家骂人的很高级，然后因为这一次饰演李庸，有幸见到了大家骂人的功力。不过大家看得开心就好。那么最后我想对李庸说，如果能够重来的话，希望你不忘初心，不枉此生，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Hello， 大家好，今天我读一下网友的评论。第一，我有个想法，其实小皇帝是装傻，原因是要除掉奸相。男主在最后穿越时，相当于女主时间线的第一次。男主把真相都告诉了小皇帝，于是小皇帝突然痴傻，瞒过所有人，最后联手皇后铲除奸相。历史改变，男主第2本书就是改变后的历史。这个想法还挺有意思的。还有第7集，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自称正，然后表情偷呆的表情。第3，皇上委屈了要抱抱。第4，一到渊姐姐这里，陛下说话又顺溜又有力度。很正确。第5，笨蛋皇帝太可爱了。我有这么可爱吗？然后就是《古相思曲》播出的尾声，刚好也跟这个角色过来道个别。只能说我演的其实就是一个傻子，不装，可能让大家觉得我演的就是有点睿智了一些，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我是在装，对，我是在装傻。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古相思曲》中元启皇帝的这个角色，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支持《古相思曲》，关注《古相思曲》。